真会摕到一张纸啊！迄张叫做专生通知单。若无啉汤豆胎哦，你的分别线变成明河边，一蕊美颜花，一蕊美颜花。可以有选择，喝汤，咱就会让重新过一个新的人生。不喝汤，你如果放弃孟婆汤的话，不投胎也可以，愿意选择彼岸花。彼岸花其实讲，伊是伫咧冥界的一种花，这种花伊开伫咧这个冥河的边摇动安尼。命运无情来作弄，这主对这事何容？好甲歹，万缘放下，你总是都要放下。为什么？只要啉汤，你若转世，都是一个全新的人生。一般的人会想讲，我有足侪烦恼，也是遗憾，也是怨恨。我啉汤就一了百了啊。不过嘛是有真侪人，他很执着啊。我变成一蕊花，伫咧冥河边我就会当一直去思念伊安尼。我心风花，行在河边。名博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。